好啦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6場賽事準備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見到呢隻家伙出得相當快，我當然有娛樂之王叭叭聲搶開去前面嘅，跟住有真威啊、海旋燈搶翻上嚟嘅，最後多少有特威靈區電之寶啊、馬萬寧啊，然後金邊多，最後啲係創新，然後家伙褪翻落尾二包尾係2厘高嘅，跑得大約300米嘅路程啊，娛樂之王啊已經搶咗埋欄啦，佔先有成2個馬位㗎啦，跟住有海旋燈喺外檔嘅第2位，然後就真威留守第3，跟住有特威靈區，最後多少係第5位馬萬寧守住第5嘅，跟住有金邊多，最後啲先至係有嘉華啊、創新啊，然後就係2厘高電之寶喺個尾度嘅。而家將近轉彎咁滯啦，見到娛樂之王且放且留啦，慢慢放，至於有成2個馬位嘅，海旋燈仍然喺第2位嘅，跟住有呢個真威啊，然後就係特威靈區，所有啲嘅馬先至見到啊，有呢隻係金必多啊，然後就馬萬寧啊拍住啊，跟住見到有嘉華啦，然後先至係創新啊，包尾啊2厘高同埋呢隻電之寶嘅，將近轉彎入直路咁滯，娛樂之王再放一放，至於有成4個馬位咁滯㗎啦，然後就真威啊進佔第2位，跟住啊有呢隻海旋燈啊，然後就係呢個特威靈區啊，咁啊外檔亦都有嘉華同馬萬寧殺緊上嚟㗎，去到最後400米、300米嘅時候，見到娛樂之王啊，又有原定嘅，至於有成2個馬位，真威啊、元蘭咧追緊上嚟嘅，跟住有呢個係創新啊、馬萬寧啊，嗱嗱聲殺緊上嚟嘅，終點撞網嘅時候，娛樂之王仲有只有1個馬位嘅真威猛咁追嘅，仲未追得到㗎啦，因為個終點啊呢隻個創新係轉佔第3位，個終點啊第1名係娛樂之王，第2名係真威，第3名啊就係創新。娛樂之王141磅一起步啦，炮彈咁彈咗出嚟。真威原欄推進，猛咁追，爭好多磅啊，都冇法子追到啦。娛樂之王第1名過終點，第2名真威，第3名係創新嘅。馬萬寧大熱跑第4。